是需要进一步来查核清楚，一个富人人伫宜兰罗东一间大卖场，倒了一个查甫人，实在是活要落死。讲伊是开补习班的头家，含伊伫咧543，刷落来面死面烂，富人人一个看到认得出来，讲过去用这部旧补，甲人卡身骨落改，伊阵甲相片抛上网络，提醒大家爱注意。嘛有一寡网友看了到底，讲伊面色，有人讲不闪时看到伊出来含查某囡仔伫咧高甜，伫咧太高暖路。 查某囡仔惊甲退一步，因为面头前的这个查甫人伊完全无熟悉。他就走过来问说：“小姐，我觉得你很眼熟，你是不是曾经有在社区大学上课？”可是他会一直要跟过来。就是伊已经3年啊，拢用同款的步数，讲家己是开补习班的，过来加影真实。不过罗东的网友看到伊，那大家拢感觉伊真面色。至少有10几个女性朋友都曾经在宜兰遇过他。 这个散角落皮肤真乌，挂一副乌青目镜，看起来真斯文的人，伊伫咧宜兰罗东的各大卖场开查某囡仔已经有真侪年啊。他会敲我的窗门，然后我窗户拉下来一点点。 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哪个补习班的老师啊？”因为有青份人一直死皮烂肉，和车顶的查某囡仔惊一个身份袂定着，相片一个抛去网络，随有人留言，有网友讲家己冇拄过，伫咧宜兰社会大学文化中心拢会当看到伊，真惊这款的行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不过嘛有网友有无同的看法，烦恼伊是毋是真正破病啊？需要社会改斗3工，相片抛去网络，就是希望大家当较注意咧，莫甲联络的方式留予伊，才袂惹着麻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